今仔日元旦，总统赖清德发表着新年谈话，而且接受到媒体问问题。针对着在野党伫立法院提出的总统弹劾案，伊强调家己不贪不处，无任何的违法。总统阁来警惕在野党，明明知影并无2分之2的多数，阁要提案来弹劾，是咧浪费时间。总统讲浪费时间是讲3届哦。总统阁呼吁若被立委应该办一寡正经代志，应该好好审预算咯。我去年上任到现在，我不贪不取，没有任何的违法。这个时候对总统提出弹劾，目的何在？新正年头，总统赖清德为大家讲话，因为已经到2026年，总预算也被付费，立法院若被索性提出弹劾案，是不是应该要开始办一些正事？你明知道你没有2/3的多数，你还要提案，浪费时间，不把立法院宝贵的时间拿来审查对国家发展、经济发展有益的法案。却把时间浪费在这里。批评立法院无采时间，万界要求立委做正事、审预算，也包括和在野主动500百年截掉2500亿的国防预算。毕竟最近中国军演，解放军特别将台湾境界战略当作是敌人来演练。军购的项目对台湾的国防安全是必要的，但比较可惜是在野党仍然替中国找借口。我希望我们朝野能够团结，才不会让中国得到错误的讯息。强调回应中国威胁，必须有所准备，同时呼吁南北团结。期待在这个崭新的开始，攸关国家的生存发展的建设，不会再因杯葛而停滞。我愿意在宪法增修条文以及宪法法庭所揭示的合宪方式下，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。就任了后第2届元旦谈会，总统赖清德对宪政讲到两怀议题，希望调野和谐，严格目前也有问题也未解决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